1分钟。哦，大家可能要先安静1分钟。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引带咱踮伫主日的清早，咱准备要敬拜上帝。对顶礼拜开始，咱已经有渐渐有兄弟姊妹会当转来到伫礼拜堂中间参加聚会。毋过犹原踮伫线顶，咱有较侪兄弟姊妹，所以我想这对咱逐个人来讲，拢是一个真新的体验吼。所以嘛，踮伫即个时刻，阁有几分钟的时间，准备要开始今早起下礼拜，所以有几项事犹原甲咱做提醒。过去咱拢讲吼，手机爱关起来，关静音，但即马拢甲大家讲，即马手机爱摕出来，然后开始分享咱礼拜的连结，互咱的兄弟姊妹。所以会记哩，如果你未但是踮伫礼拜堂内底，请你一定爱关静音吼。若是踮伫礼拜堂内底，兄弟姊妹犹原爱请咱关静音。即马嘛会当来使用咱的手机因为咱会当将咱的连结来分享互兄弟姊妹。所以如果你未订阅咱东门教会的频道，会当请你会记哩照这个图订阅，订阅了后开启小铃铛，过来按赞，以及分享，透过 Facebook 是透过 LINE 的群组。会当分享互无法度来到伫拜堂中间的兄弟姊妹，通过这段时间，咱会当将咱主日礼拜的连结会当继续分享到伫兄弟姊妹的厝内底。所以邀请咱踮伫这个时刻是一个备办的时刻，咱渐渐拢备办要恢复，但是咱嘛又完全照政府的规定。咱现在踮伫拜堂内底是49个，教会有咧送计划，若是计划会当通过，昨咱的同工有小算过，内底会当坐到80几个人所以咱继续为着遮个事来祈祷，望咱疫情得到控制，也咱真紧拢会当转来到伫拜堂中间敬拜。好阁有几分钟的时间，请咱做伙备办心，也请咱会当分享遮个连结。
恁着用感谢甲恳求的心来到主耶和华的面前，因为伊讲，恁着羡慕见我的面。迄时我的心对你讲，耶和华，我要羡慕见你的面。咱三个来吟诗学罗上帝，圣诗第2首，圣诗第2首。圣哉，圣哉，圣哉！咱三个月来坐念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之爱。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伫在属的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前来受苦。定是个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时，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徒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要用课文来交托。课文第13篇，课文第13篇记载诗篇40篇的所在。上帝啊！我的心迫切羡慕你，我的心最大羡慕上帝，永活的上帝。我每日用目屎准饭食。我早前带众人做阵去上帝的厝。
我对念这个代志，我的心啊，你是安怎屈出？就仰望上帝，我要求要称赞伊。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伫我的内面屈出。你的瀑布出声，深烟甲深烟相呼应。你是上主赐了伊的慈爱。我要对上帝，我的石盘讲：你是安怎袂记得我？我会对着欺负我，拍碎我的骨头。我的心啊，你是安怎屈出？就仰望上帝，我要求要称赞伊。这是咱同心来祈祷。上帝啊，愿荣光尊贵拢归伫你。这是阮对心底所献予你心灵的服侍。愿你欢喜感纳阮，出自虔诚甲恭敬的敬拜。主爱的天父，你听阮告诫，搁用基督耶稣来显明你对阮人类的吞忍甲疼痛。阮发现阮是极其软弱佮卑贱，因为阮是犯罪族类。总是你有怜悯甲赦免，你毋但无照阮的所行来报应阮，反倒用你最宝贵的圣囝主耶稣来赎回阮人类。为着这顶好的福气甲恩惠，阮深深感谢你，主耶稣。阮也要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福气无离开阮，常常甲阮同在。特别伫这3个月来，阮所徛起的国家台湾面对肺炎疫情的侵害，互阮政府所做防卫的措施来实施这一切的境界，致到阮人民的心灵惊惶不安，人甲人之间互动生疏，生活受到限制，家庭经济受到影响，亲人受到感染来隔离，搁有死实。恳求主怜悯安慰，佮用你慈爱圣手扶持眷顾，伫阮逐人的家庭、阮的工作，互阮会当紧紧来离开这个惊吓危险，进入平安稳定的主。这时，阮要谦卑来见你的面。听叹你的忠仆，听的教示，求你加添阮的智慧，互阮明白你的旨意，嘛帮助阮实践你的诫命，用行动来回应你最大的疼，甲最宝贵的拯救。阮安尼祈祷，是奉靠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听阮祈祷。
眺望基督，眺望阮救的伤。咱三个来强守上帝话，记载伫旧约列王纪上第2章的第10节到12节，佮一位是列王纪上第3章第3节到14节。上帝的话安尼讲：大毕甲伊的列祖三角困，埋葬伫大毕的城。大毕做以色列王共40年，伫希伯伦做王7年，伫耶路撒冷做王33年。所罗门坐伊的老爸大毕的位，伊的国坚固到极。所罗门听耶和华行伊的老爸大毕的法律，独独伫山头坛烧祭献香，王去欺骗献祭，因为伫遐有极大的山头坛。所罗门伫坛顶献烧祭精生1000只，伫欺骗迷是伫梦中，耶和华对所罗门出现，上帝讲：你爱我，想出你心意，通对我求。所罗门讲：你捌施大恩，予你的奴仆我的爸大毕，照伊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甲你伫地，行伫你的面前。你也甲伊留即个大恩典，就是赏赐伊一个囝，做坐伊的位，亲像今仔日安尼。耶和华我的上帝啊，当你互你的奴仆煞接我的老爸大毕做王，总是我是囡仔，毋知着怎样出入。你的奴仆踮伫你所敬的百姓中，这的百姓多到袂算得，也算袂了。求你赏赐你的奴仆智慧的心，通判断你的百姓，来分别好歹。因为一罪为判断，你遮多百姓啊！因为所罗门求这，主欢喜伊的话。上帝对伊讲：你既然求这，无为家己求惠寿，无为家己求好业，也无求灭绝你的对德的性命，单单为家己求智慧，通分别审判的你。看，我照你的话来做，我赏赐你聪明智慧的心。你到你以前无人亲像你，你以后也无有人起来亲像你。你所无求的，我也予你，就是好业尊贵。予你伫世间的日子，列王无一个会比得你。你若行我的道路，守我的律例，甲我的诫命，学你的老爸大毕所行的，我就要互你长岁寿。愿上帝赐福听叹伊的话，愿阳光甲恶乐归伫伊的性命。今仔日牧师所要传予咱的信息，求赐予我判断的心。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请咱同齐来祈祷。主管的上帝，感谢你的听，引带阮，互阮踮伫每一个主日，无论透过阮来到伫拜堂，也是踮伫线顶，阮同齐拢在敬拜学到你。愿主你用你的话震植阮逐人的心，
帮助阮，互阮伫即个充满考验的年代，阮体会对你遐来的平安，阮也感受主你的疼，无离开阮。阮同齐伫你面前献上祈祷，靠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咱经过去这3个月的时间，尤其对于咱今仔日渐渐有慢慢转来伫礼拜堂中间的兄弟姊妹，毋知咱有啥物款的感觉？伫即个充满考验的时代，我讲这真正是变化足紧的。顶礼拜的变化，甲后礼拜的变化，有当时已经超越过咱的想象。啊，教会嘛一直咧做调整。因为有当时每一礼拜咧改变的时阵，教会的同工嘛，干来会当一摆搁一摆咧试。所以顶礼拜咱渐渐有差不多120个兄弟姊妹转来到礼拜堂中间，即礼拜搁加一寡兄弟姊妹搁转来伫咱中间，咱嘛一直拢咧调整讲，啊到底怎样才会当做好的防疫工作？啊怎样符合政府的规定？怎样会当互咱的兄弟姊妹会当有搁较侪兄弟姊妹会当转来到礼拜堂中间？所以伫这3个月来，咱亲像一直咧变化，嘛一直咧看见讲时代确实咧改变。伫这个时代确实咧改变的过程中间，咱也一直咧问上帝啊，到底踮伫这个时刻，我爱安怎回应？我爱做啥物？那亲像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圣经节，伊也这个故事也发生伫一个时代转变的关键时刻。头一个王是大卫，大卫王要过往，大卫王已经完成济水的工作，啊，搁刷来是伊的囝所罗门要接续伊做王。伫所罗门要做王的时阵，老实讲，大卫王真正有真济真好的政绩啊！伊所做的事非常的多，然后伊的国权也非常的稳。到伫所罗门要接的时阵，这是一个挑战。伊徛伫一个新的开始，伊徛伫这个新的开始的时阵，伊开始爱面对讲，啊，过来我要安怎？啊，现在所罗门正做这个王。面对一个遮尔大的国家，面对一个遮尔看起来遮尔臃肿的国家，我到底爱往倒位来行呢？列王记的作者甲咱讲，所罗门听上帝，所罗门听上帝，也遵照伊的老爸大卫的教示来行。但是你有发现无？伊中间讲，但是啥物？独踮伫山头段咧献祭，啊，有当时看到这个但是也是独，迄足重要哟。独踮伫山头段咧献祭，这有啥物问题无？迄个献祭的所在其实毋是敬拜上帝的所在，迄个献祭的所在毋是敬拜上帝的所在，所以伫这个看起来伫一个真稳，伫一个真臃肿的国家的背后。圣经的作者甲咱讲，伫即个背后，敢若有一寡危机会产生哦，敢若有一寡危机伫未来会产生。毋过对咱今仔日读圣经的人来讲吼，这已经是足久以后才会发生的代志啊。伫迄个时刻，伫所罗门开始要做王的时刻，伊踮伫基边，踮伫遐献祭的时阵，迄暗上帝伊显现，上帝伊显现讲，你爱我。甲赐互你啥物？你爱我互你啥物？你会当对我求啊？你会当对我求？我毋知影咱有拄过即款情境无？上帝问你讲，你爱啥物？你会当我求？啊，若是真正咱听到上帝安尼甲咱讲的时阵，毋知咱会求啥？毋知咱到底会求啥？啊，上帝啊，求你互我趁搁较侪钱嘛？还是求你互我搁较好的所在吗？毋知咱到底会安怎求？这个问题一出的时阵，老实讲，我想这个问题对所罗门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尤其当伊徛踮伫整个时代要转越的时阵，对这个领导者来讲，伊开始爱想：我要做啥物？到底踮伫我的人内，我会当完成啥物？前一阵已经拍真好的基础，然后也有真好的发展。
老实讲，对所罗门来讲，伊检菜嘛真好做嘛，检菜嘛真好做。反正只要遵照头前的人所拍的基础，遵照头前的人所做的代志，就安尼嘛会使啊。但是如果若是一直照头前的人所咧做的代志，一直咧行的时阵，到上尾会发生啥物代志？如果若是一直遵照头前的人咧行，反正过去安怎做，我现在就安怎做。我敢若想要依持的时阵，咱就会发现整个的国家，老实讲是一直咧跋落，一直咧陷落的。咱伫即个依持的背后，其实是完全无去想，我到底为虾米要做一遮的事？我为虾米要安尼做？我敢若想要依持，反正现在就是一个真勇壮的国家，现在就是一个运作了真好的所在啊！我就依持就好啊。所以对所罗门来讲，伊开始爱想这个问题：到底伊爱的是啥物？所以当上帝咧问你要爱啥物的时阵，所罗门嘛搁一摆咧问：是我到底要啥物？我到底所爱的是啥物啊？所罗门的回答，伊回答了真清楚。伊咧讲的是，你对你的奴仆大卫有永远无变的挚爱，因为伊对你忠心，伊认真侍奉你。所以现在我来接这个位的时阵，我敢若是一个囡仔，我毋知怎样去治理一个遮尔大的国家。所以我要你求啥物？我要你求主，你赐予我一个智慧的心，求你赐予我一个判断的心，互我知影怎样做好的治理，怎样审判这事，怎样伫这个面对改变的时代做正确的判断。这是所罗门所求的。这个祈求得到上帝的欢喜，因为上帝讲。你毋是为着家己求长岁寿，你毋是为家己求搁较济的财富，你是求一个会当做正确判断的心。伫这个时刻，检菜对所罗门来讲，伊清楚知影一项事：要真做一个领导者，毋是互一台机器会当运转就好啊，毋是互一台机器照过去安怎做，我就照安尼一直咧运转。做一个真实军队上帝的领导者，伊必须爱去听，到底人的生命中间所要爱的是啥物？人的生命要面对改变的时阵，到底因咧想啥物？做一个领导者，踮伫上帝眼中嘛，那亲像一个牧者共款，到底要怎样带遮个羊群往正确的方向来行？所以。所罗门所要爱的是判断的心，是分别的心，是智慧的心。上帝应允这件事，互你会当做正确的判断，你会当做审判。伫这个开始，伫这个做王的开始，所罗门真正做真好的选择。伫这个时刻，所罗门做真好的选择，但是。咱后壁咧读圣经，咱就知所罗门到底是好啊是歹，这就歹讲啊。到伫上尾啊，其实伊是一直行歪错去，到上尾啊，伊过往了后，国家陷入分裂，所以到底伊是好也是歹咧？咱一直咧看到一项事，世上万项事有开始，也有结束。搁较勇壮的国家会有伊的结束，有伊的开始，嘛会有伊结束的时阵。世界任何的事拢有开始，也要结束，但是人较愿意开始，无愿意安怎？无愿意结束，因为听起来结束是一个负面的代志，结束敢若是一个毋是真好的事，所以咱无想要面对结束的事实。咱会一直开始，因为咱无想要结束，咱会开始咧讨论一个议题，叫做永续发展。咱就开始咧讨论讲，我即摆做一项事，伊爱会当永续发展落去啊。但是伫永续发展的背后，咱咧想啥物？
伫咱所做一切的事，若是一直咧讲永续发展时，咱咧想啥物？是我无想要结束，我做任何的事，这下的时间会当一直会当延续了足久无？啊，到伫上尾啊，咱会发现，咱会袂记你一开始的心，会袂记你讲开始的时阵，我所领受的感动到底是啥物？伫一个社会中间是安尼，伫一个教会中间，咱也是安尼。咱定定为着永续，也是无愿意面对结束，也是无一定是结束，因为结束是另外一个开始。但是无愿意去面对结束的时阵，咱会安怎做？咱会哪亲像运转一台机器共款，将每一个人放伫迄个位置。反正你只要做遮个事就好啊，你只要互伊会当继续运作，继续照安尼咧行，互即台机器会当继续行，安尼就好啊。但是伫即个继续行的过程中间，无人去问，到底我为虾米要安尼做？我为虾米要安尼行？所以到伫现在，咱就会看到讲，逐个人一直咧讲叫做官僚，逐个人讲官僚就是安尼啊。啊，为虾米是官僚？官僚就是当人民拄着问题，开始想要去找咱的公家机关来解决问题的时阵，公家机关的人通常拢讲啥物？这一切爱照定数来行，照规矩来行。啊，但是当生命拄着新的挑战，还是新的问题走出来的时阵，这个定数甲规矩，甚至是法律，其实拢一直需要做调整。所以这才是立法委员存在的意义，因为一直咧面对多变的社会，需要做调整。但是这个调整的过程，定定是人无愿意去面对的。所以咱就习惯啦，咱会习惯用一个规矩，用一个制度，一直照安尼咧行，到伫上尾啊，就变成做咱所谓的官僚心态。反正只要会当运作就好啊，啊只要会当运作，照安尼来看，互人感觉哦，这个社会袂歹，这个国家袂歹，反正安尼运作落去就好啊嘛。有当时点伫教会内底，咱嘛会犯这个毛病。有当时点伫教会内底，咱也会犯这个毛病。反正我自细汉到大汉，我所想象的教会就是照安尼咧运转，所以我只要互教会会当照制度咧行，安尼就好啊。咱会袂记你去讲制度可能袂改变，但是啥物会改变？人会改变，人的性命会改变，人所拄着的问题会改变。特别当咱拄着疫情的时阵，逐工拢咧改变，逐日拢咧改变。伫这3个月来，我感觉牧师真做一个真困难，逐工拢咧做新的判断，因为政府有政府讲3级警戒到2级警戒了后要安怎做？譬如讲，咱2礼拜前伊讲，哦，室内敢若会当50个人。啊，室内敢若会当50个人，也是搁超过，就爱去申请室外100个人。啊，所以当这个问题走出来的时阵，咱就开始一直咧讨论。啊，所以即摆到底要安怎反应？即摆到底要安怎反应？啊，就会足侪声音开始入来。啊，无说咱的教会毋是足侪空间吗？所以咱遮50个人，啊，对面搁50个人，2楼搁50个人，3楼搁50个人。这听起来是真有道理，但是全部毋就搁200-300个人，啊200-300个人，敢真正会当通过政府的规定吗？所以其实逐工拢咧面对遮的变化，啊伫遮的制度的背后，其实是咧维护每一个人生命的健康，所以伫互教会会当照安尼运转，也是咧面对人的生命健康的时阵，其实教会逐工嘛咧做新的判断，一直有足侪选择咧考验咱，啊嘛一直咧问，到底咱对古早行到现在，咱从来毋捌拄过，原来毋是我会当照我所想象安尼，逐礼拜来到伫教会，原来我毋是照我想象过去安尼的制度咧运作教会。啊，搁来要安怎？伫每一个变化的过程，咱需要面对
任何事有开始，也有结束，但是迄个结束毋是真正的结束，迄个结束是新的开始。所以伫这个暂停的时刻，我感觉这是一个判断的时刻。伫这个暂停的时刻，是一个咱好好停落来想。伫我过去这几年来，我照安尼一直咧生活，我照安尼一直咧运作。我为虾米要安尼运作？我为虾米要安尼咧行？我到底咧追求虾米？教会照这个制度一直咧运行，照逐礼拜一直咧聚会，我为虾米要聚会？我为虾米要逐礼拜照安尼一直咧生活？来到伫教会中间，敢有帮助我搁较认捌上帝吗？来到伫教会，咱逐礼拜照安尼咧运作的时阵，咱的生命敢有真正活出荣耀上帝的记号无？有足侪问题会当踮伫疫情的中间一直去想，也踮伫即个变化的时刻，咱向上帝求你赐予我判断的心。迄个判断的心是互咱定心去想。到底我所认捌的上帝是怎样？昨点伫青年的聚会中间，青年一直咧找我讨论一个问题：牧师，到底什么是信心？到底什么是信心？因为都听到有人讲，反正教会卖遐尼惊吓，都真正拢开放嘛。反正咱信靠上帝的人，上帝确实会保守咱，拢会当得到平安。逐个人听了就愈听愈惊吓，愈听愈惊。青年就开始问讲，牧师，这敢真正是信心吗？因就继续问讲，所以到底什么是信心？到底咱对上帝的信仰到底是什么呀？我就甲伊分享讲，信心有当时必须爱建立伫咱的认捌，信心爱建立伫真正的认捌。咱自细汉到大汉，咱惯势来到伫教会中间，反正咱听上帝的话语，咱参加聚会，咱参与服侍，咱拢足惯势啊。但是伫即个惯势的背后，咱敢有认捌上帝较济无？也是你的认捌上帝有对你10岁的时阵到20岁的时阵，你20岁比你10岁的时阵认捌上帝较济无？也是咱对上帝的认捌永远天地我主一无？安尼，我哪有法度？我完全无更新的过程中间，完全无新的物件，无新的认捌的时阵，咱就是一直照旧的物件咧行的时阵，咱的信心就出现问题。因为生命在改变，因为生命在改变，囡仔会大汉，大汉了后会面对家庭，面对工作，面对每一个无共款生命的阶段。所以，伫每一个无共款的阶段，拢需要判断到底上帝要做啥物，到底上帝要引带我啥物。所以，信心爱建立伫真实的判断甲认捌，才会当愈来愈深，才会当认捌愈来愈济。所以，昨青年就逐个人一直咧讨论这个问题，嘛一直咧想，到底我怎样认捌上帝？到底我所认捌的上帝，我所知的教会，敢是敢若一直停伫我一个印象啦尔？但是安尼，迄个印象也有结束的时，只有结束，才会有新的开始。差不多1年前，我看到一出电影，看到一出电影，迄个电影真趣味，伊咧讲两个迄个教宗的交接。这出电影若是真精彩，若是咱踮伫网络顶面会当找叫做教宗的成绩啊。两个教宗咧交接的过程，伊咧讲啥物事咧？伊讲头一个这天主教的教宗吼，看起来高高在上，逐个人拢认为这个教宗拥有的是足悬的地位，伊应该甲上帝会当足接近，伊应该会当甲上帝足接近的，然后伊袂拄着啥物烦恼甲痛苦，煞毋知
当每一个受苦的信徒想要敲碎伊的带领，想要敲碎伊的判断的时阵，这个教宗心内底已经安怎？这个教宗的内心，伊家己咧分享讲，外表看起来拢无代志，但是伊的内在早就已经听无上帝的声音嘛。伊的内在早就已经听无上帝的声音，连家己拢咧怀疑讲上帝敢是放杀伊。但是虽然有遮尔济的怀疑的时阵，因为伊是教宗，看起来地位足悬的，所以安怎？伊共款敢若会当外表爱依持一个，互人感觉伊是一个教宗，无去面对内在的问题。所以这真做一个虚假，伊家己咧讲，这是一个虚假的过程。教宗是虚假，信徒也是虚假，教会也有可能因为安尼真做虚假，这是痛苦的。但是这个痛苦到底什么人会当感受呢？伫这个电影要结束的时阵，是后来这个教宗家己要落台，交互新的教宗出来。两个教宗开始咧彼此咧讨论内心的感受。因开始咧讨论内心的感受，因咧表达讲，我只不过是甲逐个人同款的平凡人，无论今仔日徛踮伫什么位置。拢爱面对家己内心甲上帝的关系。我是软弱，你是软弱。重点毋是外表的位置，重点是咱到底会当怎样行往未来？咱到底会当怎样手牵手行往未来？咱每一个人拢咧憔悴，伫即条人生的道路中间。学习怎样好好啊活着，咱需要学习怎样好好活着，毋是一直想要依持迄个国家的运作，互外表看起来运作了真好势，一个社会运作了真好势，也是教会运作了真好势，是咱每一个人必须爱转来到伫家己的内心，面对伫疫情的变化中间。你所听到上帝的声音是啥物？伫疫情遮尔大的影响的时阵，伫家己的家乡，伫家己足侪烦恼的时刻，上帝到底要对咱讲啥物？是拥有足侪的所罗门，也是头拄仔所讲的得侪官位的教宗，也是每一个平凡亲像咱的小人物，咱。确实爱有判断的心，但是迄个判断的心是对上帝遐来的，迄个判断的心是对咱真实认捌上帝开始的。这毋是制度，毋是运作，毋是照咱的这个机器咧运作会当得到的。这个一切的问题必须爱转来到我真正开始咧上路，我伫这个路中。我要怎样看见一步一步拢有上帝咧引带？顶要来甲大家分享讲，信者是记号，信者是记号。昨青年嘛咧问这个问题，拄啊好，咱有一个青年咧学开车，我就甲伊讲，所以我问你一个问题：当你袂晓开车的时阵，你会去看路边的路标无？当你还袂晓开车的时阵，你袂去看路标；但是当你会晓开车，你真正开始要上路的时阵，你就会去看路标。这个表达啥物？咱的信仰若是真正，咱要活出真实的信仰，哪亲像我即马要上路开车，我就会安怎？我开始详细去看我边仔的路标，我要往对去。所以，咱若是要看到神者的关键是啥物？咱若是要看到神者，是咱真正愿意，我开始要遵守上帝的教导，我要认真来活出信仰的时阵，我嘛会搁较谨慎去看我边仔路标在哪里，神者伫倒路，
然后我看到神迹了，我就知影哦，这就是上帝爱我所行的路。但是这个判断是对来，这个判断是咱真正愿意照安尼去行，咱愿意要活出，要好好活出上帝的教导。所以伫这个行的过程中间，咱会看见每一个神迹。所罗门求上帝赐伊判断的心，逐日咱拢爱判断。逐日咱拢咧做选择，有当时啊，迄敢若是一条真细条的路，但是也点伫迄个真细条的路，咱要看见祝福，咱要看见真实的幸福。求赐互我判断的心，这是所罗门向上帝所求的。咱要来看这首诗，这首诗讲。咱无法度避免，活伫这个社会中间，咱无法度避免，光日一台真大的机器。伫即台真大的机器中间，咱嘛无选择，咱的双脚一直，若亲像，敢若会当缀着迄个巨轮咧震动，一直咧洗，一直咧洗，一直咧洗，一直听着咔嚓咔嚓的碰撞声，嘛听着亲恩甲亲恩相呼应，人的哀叹。看起来无停煞的时刻，一个真英明睿智的领导者，无数的流汗甲牺牲，建立无法度比拟的典范。这个无法度比拟的典范，就是迄台前所未有的机器，是英美，是辉煌，总是。也成做一个无法度人所无法度逃脱的罗网，公营成做得拔人心的甜判，成做一个咱永远无法度单调的包袱。新一代的继承人要怎样延续这个公司，佫会当怎样去创造新的物件呢？无论是安怎想，左思右想。用尽一切气力，拢要成做一场空。骹步无法度歇落来的路中间，敢佫会当期待啥物无？敢佫会当献上啥物吗？求主赐予我判断的心，求主赐予我受教的耳孔，求主赐予我选择的勇气，看透邪恶。甲虚假、重大甲折磨，活出人民甲公义、同道一命的新国度。上帝所赐迄粒智慧甲判断的心，将是前所未有，后来嘛袂阁有。只盼望咱会当建立军队，一生顺服。咱会行出这个路网，会行出这个束缚，会当转来到伫原本的心，无求别人，干那求家己。一切的欢喜、骄傲、失落、误解，有一日要成做感谢的脚迹。每一个现在所无想要拄着的遭遇。原来是要互咱成做一个搁较好的家己。伫这个时刻充满变化，伫这个时刻咱面对足侪过去的结束，总是也面对新的开始。伫这个新的开始，咱求上帝帮助咱，每一个咱所拄着的挑战，每一个咱所拄着的遭遇，原来是上帝要塑造咱。互咱变成做一个搁较好的家己，互咱变成做一个搁较好的社会，互咱变成做一个搁较好的教会。愿上帝赐予咱判断的心，请咱同齐来祈祷。主，我感谢你，因为你是掌权的主。虽然踮伫充满变化、充满考验的年代。
阮面对济过去遮阮认为会当运作的制度也是规则，到伫疫情的时，阮忽然间发现，原来这一切拢要正做是空气。主要当阮徛在伫遮，求你赐互阮判断的心，互阮会当真正去看出一切事背后，阮性命要怎样来归于你？阮到底要怎样来尽捌你？愿主你逐日正做阮的开展，正做阮的帮赞，互阮会当将家己带到伫你的面前。因为阮知伫即条路中，阮要看见稳定，阮要看见神者，一切所拄着的，拢是你要塑造阮，正做一个更较好的家己。愿你甲阮每一个人三伫地，充满阮，赐阮平安。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这是咱来吟回应的诗，圣诗560首，圣诗560首，是阮上帝，应光上帝。
这是我来咱的奉献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咱兄姐若要奉献，请咱2周间的时间，咱拢会当起来教会交干事，还是汇款到教会邮局的账号咱的账号拢伫咱的珠宝的所在你若奉献的时请你将你要奉献的项目姓名写好详细，因为你若无这个详细咱拢只有做有志的奉献，到伫年度结束的时，咱就无法度来开这个奉献的证明详时互咱拢会当领受主的恩典。以上。好，我来做几项事的报告吼咱现在的游园遵照是咱指挥中心的规则吼，就是来到主日礼拜的兄弟姊妹，咱需要遵守几个部分。咱即马团契的聚会、游园圣母聚会，都是无实体的聚会，咱会当踮伫线顶度，请咱会当踮伫线顶聚会吼其他的咱等9月份，就是咱即个月过了，若是较稳定，咱对9月份才慢慢来开放吼。所以2场的主日礼拜目前是49个人，就是咱伫即个大礼拜堂的空间内底49个人。咱有送防疫计划，若是防疫计划过，会当到90几个，咱昨大了差不多会当坐到80几个人吼。但是现在还未过所以我就讲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所以有可能若是通过，咱后礼拜就会当有搁较侪兄弟姊妹会当来到伫教会中间。咱时间咱即马嘛无一定要遵照这个时间，咱现在的时间就是照咱礼拜的时间，就是免提早一场，咱只要照咱礼拜的时间9点入来，是到10点45，第二堂礼拜就是10点45进前会当入场，安尼就会使。因为一直拢咧做改变，所以请大家嘛做伙配合。做伙会当分享现在的讯息。若是会当通过，咱后礼拜可能内底就会当有80几个人，加伊丽莎白，遐咱阁会当有几十几个人会当坐踮伫伊丽莎白吼。所以因安尼甲咱大家做遮个报告。好阁刷来，咱即礼拜拜3圣经学堂的经文记伫遮，请咱会当踮伫厝内底准备，咱来看圣经学堂游园是透过线顶咧聚会。我过来松年大学的部分，政府现在即摆嘛讲的是，这个社区大学会当招生，但是会当开无，爱等搁刷来政府的规则。但是游园要注册还是先注册啦，都是请若是松大的学生对8月25到8月27，咱的办公室会寄互咱，请咱照迄个注册日期来，因为咱嘛爱分流。请咱照注册的日期来到伫办公室，才来完成注册吼。所以这是现在因为防疫的需要，咱需要做一寡改变所以以上我做安尼简单的报告报告拢干来当嘛是爱看伫即礼拜中间疫情阁有啥物款的变化，咱才来做新的判断。所以嘛，请咱继续为着教会做事来祈祷，嘛为着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踮伫疫情中间得到平安来祈祷。好，咱做伙来吟祝福车恳的诗歌，圣诗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请咱做伙起来吟。上帝
的祝福。愿咱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感动甲相通，甲咱众兄弟姊妹三弟弟对打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立倒。